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被无数的选择和干扰包围着。24小时看似充裕，但总有一些事情在悄悄侵占我们的时间。结果是，当一天结束时，内心空虚、焦虑、疲惫，却又不知道时间去了哪里。这些看不见的敌人被称为时间杀手，他们以微妙的方式潜入生活，拖慢效率，瓦解专注力，甚至影响我们对生活的满足感。告别时间杀手不仅仅是一种时间管理的技巧，更是一次对生活模式的深刻反思，一种重新定义价值与选择的过程。在这篇文章中，我们将全面探索如何识别、应对并最终告别时间杀手。从挖掘根源到制定策略，再到长期优化，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争夺时间主控权的旅程。什么是时间杀手？他们为何如此隐秘？一、时间杀手的本质。时间杀手并非单一行为，而是潜藏在日常习惯、环境和决策中的累积性干扰。他们的共同点是看似无害，却会在不知不觉中浪费掉我们大量宝贵的时间。这种浪费并不仅仅体现在表面层面的空闲时间中，还可能侵蚀我们的精神能量和情感价值。更糟糕的是，时间杀手往往与短期的舒适和习惯相关，因而容易被忽视。二、常见的时间杀手类型。以下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时间杀手形式，他们往往伪装成理所当然，低效使用电子设备，沉迷于刷社交媒体，随意浏览视频平台，或者因通知不断打断工作。分心和注意力涣散，一次次被琐事分神，导致任务中断，效率下降。无价值的社交活动将大量时间花在无意义的对话或应酬上。拖延症与完美主义害怕开始任务或过于纠结细节，最终浪费了行动的最佳时机。无效的时间规划，缺乏优先级的任务安排，或者在不必要的会议中耗费时间。决策疲劳，反复犹豫和纠结，导致无法快速做出选择。时间杀手的隐蔽性在于，他们常常利用我们的弱点，例如对短期快感的追逐、对改变的恐惧以及对无聊的排斥，从而不断拉扯着我们的注意力。第一步，识别时间杀手，从无意识到清晰可见。要想告别时间杀手，第一步是让他们显现出来。你需要透过繁忙的表象，找到真正拖累你的时间浪费点。一、记录时间使用情况。在一周内对自己的时间使用进行详细记录，这可以通过纸笔、电子表格或者专门的时间记录 App 完成。记录时不必掩饰，将每一项活动真实的记下，包括滑手机、开会、聊天、休息等。当你将这些数据汇总后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某些活动消耗了远超预期的时间，高价值活动所占比例可能极低。很多行为是出于惯性，而非有意义的选择。二、分析隐性浪费。时间杀手的隐性浪费往往体现在任务切换的成本，频繁地在多项任务间切换，导致注意力难以集中。漫长的启动过程花费大量时间在任务开始前的准备或思考上。不必要的社交承诺，为了不让别人失望而勉强参与的活动。三、认识自身的时间杀手触发点。每个人的时间杀手表现形式不同，因此你需要关注自己的习惯和性格特点。例如，是否在压力大时更容易沉迷于无意义的娱乐？是否倾向于因为恐惧失败而推迟任务？是否对外部刺激，如手机通知、背景噪音过于敏感？通过深度反思，时间杀手的真面目将变得越来越清晰。第二步，断舍离时间杀手，打破惯性与依赖。告别时间杀手的核心是改变习惯，而改变需要勇气、计划和反复的自我对话。以下是几种高效的方法：一、确立优先级，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？你需要重新定义生活中的核心目标和优先级。问问自己，星号哪些事情对我最重要？这可能包括职业发展、家庭关系、身体健康或个人成长。哪些活动能够帮助我达成目标？有哪些行为完全无法为目标服务？当你的目标清晰时，就能够更容易地识别哪些活动是需要舍弃的。二、大胆拒绝无意义的任务和干扰。拒绝是告别时间杀手的关键技能。以下几种方法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处理他人对你时间的要求：礼貌但果断地说不，如我很遗憾，今天无法参加这次聚会，但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见面。
为干扰设置界限，例如在工作时关闭手机通知，或者告诉同事专注时间内请勿打扰。3、清理数字化垃圾。电子设备是现代时间杀手的主要载体。你可以尝试以下策略：删除不必要的 App， 移除那些耗时却无用的娱乐类应用。限制使用时长，通过手机自带的使用时间限制功能，减少审迷。减少通知干扰，关闭所有不必要的通知，只保留重要的提示。第3步，优化时间使用，构建高效生活模式。时间优化的目的是通过科学的方法，让你的每1分钟都能为你的目标服务。1、科学安排任务时间。时间管理的关键在于如何分配任务的时间和顺序。以下几种方法可以提升效率：时间块管理法，为每个重要任务分配专属时间块，例如上午9点到11点专注工作，下午4点到5点处理邮件。番茄工作法，将工作时间分为25分钟专注期和5分钟休息期，有效提高注意力。早晨黄金时间法，利用清晨的高效时间完成最重要的工作。2、专注力的强化训练。专注力是高效工作的核心，但也最容易被时间杀手破坏。以下技巧可以帮助你提升专注，单任务处理，每次只专注于一件事情，避免多任务的干扰。冥想与放松，每天花5至10分钟练习正念冥想，帮助清理脑中的杂念。减少环境干扰，创建安静的工作环境，例如佩戴降噪耳机或设置免打扰模式。3、合理规划休息与娱乐。高效并不意味着拼命工作，科学规划休息时间反而能提高效率。例如，规律运动，通过锻炼释放压力，提升思维能力。有意义的娱乐，将刷短视频替换为阅读、写作、学习新技能等高价值活动。第4步，从反思到持续优化，让时间管理成为一种习惯。1、定期复盘时间使用。每周花30分钟回顾自己时间管理的表现，哪些策略有效？有哪些新的时间杀手出现？未来1周的计划能否更加优化？2、借助伙伴的力量。与志同道合的人分享你的目标与计划，或者组成一个互相监督的团队，这种群体动力可以帮助你更好地抵抗时间杀手的诱惑。3、用奖励激励自己。在坚持一段时间后，为自己设定小奖励，例如1顿美食、1次旅行。这不仅能增强动力，也能让你对自己的努力更加认可。结语：重塑你的时间与人生。时间是人生的底色，每一笔的涂抹都将决定画作的最终样貌。告别时间杀手的过程，不仅仅是夺回时间本身，更是重新夺回对人生的掌控权。当你真正学会告别浪费，珍惜每1分每1秒，你会发现时间的主导权从未离开过你的手中。选择从现在开始做一个时间的掌控者，而非被它驱使的过客吧。